平時朋友嚟我屋企食飯之後嘅飯後甜品，多數都係梳芙梨，貪佢輕輕鬆鬆，冇乜負擔就可以滿足埋另外一個胃。今次條片係想同大家分享平時整梳芙梨整開嘅其中3款口味，同埋點樣將未入焗爐烤焗嘅梳芙梨儲存，方便隨時都有得食。Hello， 我係 Stacy， 呢個 YouTube Channel 肥妹廚房主要係分享蛋糕、甜品嘅製作方法，歡迎大家訂閱我嘅頻道。今次分享嘅甜品係3種味道梳芙梨食譜。先將烤焗杯掃上喺室溫已經放軟咗嘅無鹽牛油，然後掃牛油嗰陣時要順住一個方向，咁焗嗰陣時麵糊先會向住同一個方向升高。將砂糖倒入烤杯裏邊轉，等佢黐滿晒砂糖。將多餘嘅砂糖倒出，然後將焗杯擺入雪櫃冷凍備用。將白朱古力用60度暖水隔水助溶，然後加入薑粉攪勻，再將薑味白朱古力醬倒喺膠片上邊，用膠刮壓成薄片，放入雪櫃冷藏定型。用一個直徑6cm 嘅曲奇模 cut 出圓形。除咗用暖水助溶嘅方法之外，你亦可以用微波爐每次加熱10秒嘅方法將朱古力整溶。同整薑味朱古力方法一樣，用60度嘅暖水將白朱古力助溶，然後加入抹茶粉攪勻，再將抹茶白朱古力醬倒喺膠片上面，用膠刮壓成薄片，放入雪櫃冷藏定型。用一個直徑6cm嘅曲奇模 cut 出圓形。首先將黑朱古力用60度暖水隔水助溶，然後將黑朱古力醬倒喺膠片上邊，用膠刮壓成薄片，放入雪櫃冷藏定型。用一個直徑6cm嘅曲奇模 cut 出圓形。睇到呢度記得俾 like、subscribe 同埋開着嘅小鈴鐺，你哋每一下嘅支持同留言都係我拍片嘅推動力。喺蛋黃入邊加入份量1半嘅砂糖攪勻，然後加入2個西嘅薑粉、麵粉同埋粟粉攪勻放一邊。將牛奶同埋剩低1半份量嘅砂糖加熱，加熱咗之後將1半熱牛奶倒返落麵糊裏邊攪勻，攪勻咗之後再將剩低嘅牛奶倒埋落去徹底攪勻。將已經攪勻嘅牛奶糊倒返落個煲，用細火加熱煮到佢結身。煮嘅過程裏邊要不停咁攪，防止蛋糊煮過籠結塊。將切碎咗嘅糖漬薑粒同薑汁倒落去卡士達醬裏邊攪勻，然後用碟載起啲卡士達醬，再用保鮮紙貼面包好，放入雪櫃冷藏備用。打蛋白嗰陣時，砂糖要分3次加入，將蛋白打成軟硬適中，有光澤，拉起有個小勾嘅蛋白霜。先攞1/3嘅蛋白霜加落去卡士達醬裏邊撈勻，撈勻咗之後再將全部嘅蛋白霜加入，然後徹底撈勻，最後將撈好嘅麵糊裝入擠花袋。將麵糊擠入焗杯裏邊，然後用抹刀刮平，再用拇指同食指夾實焗杯杯邊，推一圈。步驟完成後，即刻擺入已經預熱咗180度嘅焗爐裏邊焗13至15分鐘。焗好之後，喺梳芙梨上邊放上薑味朱古力片。
喺蛋黃入邊加入份量一半嘅砂糖攪勻，然後加入已過篩嘅抹茶粉、麵粉同埋粟粉一齊攪勻，然後放一邊備用。將牛奶同埋剩低一半份量嘅砂糖加熱，然後將一半嘅熱牛奶倒落去抹茶麵糊裏邊攪勻，之後再將剩低嘅牛奶倒埋落去麵糊裏邊徹底攪勻。將已經攪勻嘅抹茶牛奶糊倒返落個煲度，用細火加熱煮到佢結身。煮嘅過程裏邊要不停咁攪，防止蛋糊煮過籠結塊。將煮好嘅抹茶卡士達醬用個碟載起，然後用保鮮紙貼面包好，放入雪櫃冷藏備用。打蛋白嗰陣時，砂糖要分3次加入，將蛋白打成軟硬適中有光澤，拉起有個小勾嘅蛋白霜。先攞1/3嘅蛋白霜加落去抹茶卡士達醬裏邊撈勻，撈勻咗之後，再將全部嘅蛋白霜加入，然後徹底撈勻。最後將撈好咗嘅抹茶麵糊裝入擠花袋，將抹茶麵糊擠入焗杯裏邊，然後用抹刀刮平，再用拇指同食指夾實焗杯杯邊，推一圈。步驟完成咗之後，即刻擺入已經預熱咗180度嘅焗爐裏邊，焗13至15分鐘。焗好之後，喺梳乎厘上邊放上抹茶白朱古力片。喺蛋黃入邊加入份量一半嘅砂糖攪勻，然後加入已過篩嘅烏龍茶粉、麵粉同埋粟粉一齊攪勻，跟住放埋一邊備用。將牛奶同埋剩低一半份量嘅砂糖加熱，然後將一半嘅熱牛奶倒落去烏龍茶麵糊裏邊攪勻，之後再將剩低嘅牛奶倒埋落去麵糊裏邊徹底攪勻。將已經攪勻嘅烏龍茶牛奶糊倒返落個煲度，用細火加熱煮到佢結身。煮嘅過程裏邊要不停咁攪，防止蛋糊煮熟。煮好嘅卡士達醬用保鮮紙貼面封好，放雪櫃冷藏備用。同之前一樣，打蛋白嗰陣時，砂糖要分3次加入，將蛋白打成軟硬適中有光澤，拉起有個小勾嘅蛋白霜。先攞1/3嘅蛋白霜加落去烏龍茶卡士達醬裏邊撈勻，撈勻咗之後，再將全部嘅蛋白霜加入，然後徹底撈勻。最後將撈好咗嘅烏龍茶麵糊裝入擠花袋。將整好咗嘅烏龍茶麵糊擠入焗杯裏邊，然後用抹刀刮平，再用拇指同食指夾實焗杯杯邊，推一圈。步驟完成咗之後，即刻擺入已經預熱咗180度嘅焗爐裏邊，焗13至15分鐘。焗好之後，喺梳乎厘上邊放上黑朱古力片。
每次整梳芙梨，我都會專登整多啲，方便一諗起就有得食。呢兩杯梳芙梨都係我拍呢條片嗰陣時一齊留起，放入雪櫃冷凍。第一杯係喺第一個星期後試食拍片，另一杯係喺第二個星期，味道上差別唔大。除咗以上嘅溫馨提示之外，仲有嘅就係梳芙梨喺冰箱直接攞出嚟烤焗嘅時間，需要加多2至3分鐘。詳細嘅食材分量同做法喺樓下嘅資訊欄可以揾到。我係 Stacy， 呢個 YouTube channel 係想同大家分享蛋糕甜品嘅製作方法。如果大家喺製作蛋糕同甜品嘅過程入邊遇到任何問題，歡迎喺留言區留言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條片再見。